如果你今年復活節打算去東京睇櫻花，我要先提醒你一件事，你可能會錯過，因為東京櫻花最靚嘅時間其實只有幾日，差幾日你可能只會見到落花，甚至只係一排綠葉。好多香港人專登飛去日本就係為咗睇櫻花，但結果點呢？到咗現場先發現櫻花已經落晒。咁點解會咁？其實東京櫻花每年開花時間都會有少少唔同，再加上每個景點嘅櫻花品種都唔一樣，有啲開得早，有啲開得遲。如果你唔知道最佳時間，好容易就會錯過最靚嗰幾日。所以今條片我會同你一次過講清楚東京10個最靚嘅櫻花景點，每個景點點樣去，最佳賞櫻時間，主要櫻花品種，同埋2026年最可能滿開嘅時間。如果你今年計劃去東京睇櫻花，呢條片可能會幫你避開最大嘅錯誤。首先，我哋要知道一樣最重要嘅事，東京櫻花其實有一個時間差。東京最常見嘅櫻花品種叫做染井吉野櫻，呢種櫻花有一個特點，開花之後大約1星期左右就會滿開，再過幾日就開始落花。換句話講，由開花到最靚嘅時間，其實只有短短幾日。所以如果你只係隨便揀幾日飛過去，其實係有機會完全睇唔到最靚嘅櫻花。而根據日本氣象廳同民間櫻花預測機構嘅資料，2026年東京櫻花開花時間預計大約會係3月24日至3月27日左右，而滿開時間大約會係3月30日至4月3日。如果天氣比較暖，可能會再早少少。所以如果你想睇最靚嘅櫻花，3月尾到4月頭，通常係最安全嘅時間。好，咁我哋而家就開始講東京10個最靚嘅賞櫻景點。第一個，亦都係東京最經典嘅櫻花景點，上野公園。上野公園可以話係東京最有名嘅賞櫻地點之一。整個公園大約有超過1000棵櫻花樹，主要品種係染井吉野櫻。當櫻花滿開嘅時候，整條櫻花大道會變成一條粉紅色隧道，非常壯觀。交通方面其實非常方便，只要坐 JR 山手線到上野站落車，行幾分鐘就到。最佳時間通常係3月尾至4月頭。不過要提醒大家一樣嘢，呢度人會非常多。如果你想影靚相，最好係早上8點之前到。第二個非常有名嘅地方，目黑川。如果你有睇過日本櫻花照片，好大機會就係喺目黑川影。成條河兩邊種滿櫻花樹，大約有800棵左右。當櫻花滿開嘅時候，櫻花會形成一條粉紅色河道，而最特別嘅地方係夜櫻。夜晚會有燈光照住櫻花，氣氛非常浪漫。交通方面可以坐 JR 山手線到目黑站落車。2026年預計最佳時間係3月29日至4月2日左右。第三個地方，新宿御苑。如果你唔中意太多人，其實新宿御苑係一個非常好嘅選擇，因為呢度非常大，而且櫻花品種多達60幾種。換句話講，就算早咗或者遲咗少少，都有機會見到唔同櫻花。入場需要少量門票，但亦都因此少咗好多遊客。交通方面可以坐 JR 到新宿站，步行大約10分鐘。第四個地方，千鳥之淵。呢個地方其實係東京非常經典嘅櫻花景點。櫻花沿住皇居護城河生長，形成一條非常靚嘅櫻花河道。最特別嘅體驗係划船，你可以租一隻小船喺櫻花樹下面划船。呢個畫面其實係好多日本櫻花海報嘅經典畫面。交通方面可以坐地鐵到九段下站。第五個地方，隅田公園。如果你想影櫻花同東京晴空塔同框，呢度幾乎係最佳位置。隅田川兩邊大約有1000棵櫻花。而最特別係櫻花加東京 Sky Tree 嘅景色。交通方面可以坐地鐵到淺草站。第六個地方，井之頭公園。井之頭公園位於吉祥寺附近，最大特色係湖上櫻花，湖面會倒影櫻花，非常靚。交通可以坐 JR 中央線到吉祥寺站。第七個地方，代代木公園。如果你想體驗日本人真正嘅花見文化，代代木公園係一個好地方。每到櫻花季節，日本人會喺櫻花樹下面野餐，氣氛非常熱鬧。交通可以坐 JR 到原宿站。第八個地方，鹿兒園。
鹿兒園其實係一個非常有日本庭園風格嘅地方，最出名嘅係一棵巨大嘅枝垂櫻，夜晚會有燈光，非常夢幻。第9個地方，小石川後樂園，呢度係東京最古老嘅庭園之一，櫻花加日式庭園景色，非常有日本味。第10個地方，目黑川上游地區，其實如果你沿住目黑川再行遠少少，人會少好多，但櫻花一樣非常靚。最後講一樣最重要嘅事，如果你今年係復活節去日本，其實時間係有機會啱啱好。2026年復活節大約係4月初，而東京櫻花滿開時間通常都係3月尾到4月頭。換句話講，如果你計劃得好，其實有好大機會見到最靚嘅櫻花。不過要記住一樣嘢，櫻花最靚嘅時間可能只係短短幾日，所以訂機票同酒店之前最好留意櫻花預測。如果時間配合得好，你就可以見到東京一年最靚嘅風景。如果時間揀錯，可能就只剩下鹿兒。所以問題就係，如果今年復活節去東京，你會唔會專登安排幾日等櫻花滿開先去？